到咗第二日，曹格隨即開記者招待會。做錯了一件事情，然後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又公開向側田道歉。之後冇幾耐，曹格被警方以普通襲擊罪拘捕。案件喺2010年1月22號審判。由於當事人側田不予追究，曹格獲輕判。法院最後判佢罰款1000元，守行為1年。雖然今日得到嘅係要守行為12個月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對曹格嚟講係守行為一世嘅。側田佢強調純屬誤會，友情不變，但係傳媒已經唔再理會。其實側田一向性格直率，講嘢唔夠圓滑，喺娛樂圈早已經樹敵唔少。係因為我啲中文渣，所以得罪人。好多時候我用啲字眼係錯晒嘅，有時候。加上佢從來對香港八卦傳媒嗤之以鼻，訪問入邊經常講錯說話，傳媒甚至會有意無意曲解甚至放大佢嘅意思。因為試過發生好多次，就我講咗啲嘢，跟住第二日出係完全係唔係我講嗰啲嘢，佢哋想做我咁樣。有時候我真係唔叻呢啲嘢，即係我覺得，唉，你俾我做翻音樂啦。所以當曹格事件一爆，正好俾人捉到把柄，各路媒體對側田一沉百踩。2010年，側田推出新專輯《我沒有變過愛的習慣》，歌曲依然有一貫水準，但係人氣同反應同之前嘅爆紅相比，已經大不如前。明明唔係佢挑起嘅一場衝突，但係竟然成為壓垮佢事業嘅一根稻草，結果搞到側田要淚灑記招。